陳玉娥小姐。譚耀宗主席，陳岳鵬副局長，各位好。我叫陳玉娥，係愛中港青年文化社團聯會創會副主席。我會支持 CY 特首選舉連任，支持開拓價值低嘅郊野公園，去解決嚴重嘅房屋問題。再者替世世代代有志嘅 IT 青年，多謝財委會主席陳健波展報同支持通過創科局撥款嘅議員，去打救同延續佢哋 IT 夢，俾香港創出一條新路。香港極需要一個獨立創科局去統籌同帶領，做到專業集中，勇往向前，走到世界科技尖端，造福人群。在未講種族歧視國際公約之前，我哋譴責幕後黑手之前搞地溝油、心臟病、癌症爆炸、食水，最新嘅搞作就係圍堵政府大學校董同泄密，干預學校內部自主，最終目標佢係要搞顏色革命。八大院校80%係政府俾嘅，政府絕對有權力同責任去全權監管同守護，有權去確保公共資源唔會被亂用。喺呢個譴責幕後黑手利用足球賽事靴國歌去搞分化同醜化球隊，利用八大院校舞台去延續交污同佔中禍港搗亂行為。你哋啲黑手棋子，快啲收手啦！香港係華洋雜處，有外國人、南亞人。作為國際大都會，喺政制上要改革同消除各種種族歧視。少數族裔人士佔香港人口5%，由於某些族群嘅風俗、文化同語言唔太熟悉，或者會俾人哋覺得呢種族嘅群體產生嗰個偏見同定型嘅睇法。呢啲偏見有時會引致歧視、騷擾同埋中傷。當局有否檢討相關政策作支援去消除歧視？好多少數族裔人士當中有技能人士，例如啲印傭啊，其實佢廚藝好好嘅，應該利用佢哋同佢一齊成長。有啲係跨代貧窮，我哋要 motivate佢哋上進啦，誘導佢哋向善 ，Grow with Hong Kong。至於就業問題，香港商業界檢討有關嘅條例，令佢哋有成長嘅空間，要相關 cover。反種族條例，賣廣告呼籲大家唔好歧視佢哋，內部最緊要和諧。當局應鼓勵多啲 NGO 去搞活動，有組織俾佢哋去週末去參加，令佢哋同下一代兒童容易適應社會，喺經濟、文化、就業、語言同教育層面更加融入社會，做到佢哋個個以香港為家，對香港有建樹。在此呼籲當局檢討有關嘅空間。香港有責任禁止同消除種族歧視，不同種族嘅人喺生活同工作方面皆享有平等。喺呢方面其實可以有助豐富香港嘅文化同增強香港國際間嘅競爭力。多謝各位。